屏东高速太埔村是一座淳朴的农村社区。7年前，大家想要再造农村，三深度发展方向。讨论过后，大家决定同在地的农家养草文化动态提升。社区老人家做种菜、sản xuất野豆食品，大家生活有个创新，也个会去参加社区活动，买野豆产品，社区咪多一份收入。更加因的产品，这囤量如去问题呢。依照本单个定清的社区，咪因为一个持续性的社区总体营造，还个快乐的。又到了王梨太出的季节，社区妈妈礼拜准备做王梨子，先先同皮小拍，搁切做一块一块。因为这批王梨先较粗，所以决定难外利用。哦，我这个先要做面线。cái cuộn nó nào hay chớp rồi đã hả? Trong trong nhà cái này nhục cái hồi đã hả? 小船將摘上來嘅爽水也已經洗好，愛做爽水水。爽水放入太煲底擺，加入冰糖，刷下來就係看貨色。啊，做幾叫啦？做4點鐘。這樣做。係。教冰糖可以做嘅。係，教冰糖咪仲需要，這個係要喎。我哋媽媽人都摘嚟，或者係要種，做摘嚟都係空，就煮嚟煮人摘，都泡茶呢。當家嘅沃土罐呢，將會超火辣，愛同佢拉咧。一個是很細啊，吼，很耐煮啊，吼，嗰度同嗰度嗰夾出水啦。硬喺拿西邊就要冇，呢頭西嗰點水都冇人夾出水，要爭，走，唔看啦。你很細很幾啊，嗰夾出水，吼，要水啊，看啦，吼，要通出來啦。等運爽水水嘅時間，希望切片嘅王梨愛夾到處理，將唔會成污染來。屏東高速太埔社區，以前老人家7年前成立了個合作社，因主要係將當地嘅農產品栽植、創造另外嘅價值，像係鹵江菜，只用果子吃來條來賣。咱的農村吼，一塊愈老化現象，哦，村道愈老人家。冇忙休上嘅題也沙起，所以告訴人哋都講，人哋老人家要做忙嘅事情，因為70、80歲老人家，我唔嚟賺錢，我都伊咧由細條做，由伊咧做得比因哋按你整個活絡起來的一個生活。一個喺度嚟出嚟做乜嘢嗬？人老人家所都有啊。因個無聊，要做一個留喺同嘅樹啊！嗬，我要用通啊，個好啊呢。7年前，社區想要進行農村再造，以及想要閃出特色。經過討論了後，推廣在地鄉民文化係唔難嘅方式，所以合作社尋到目標。以農養工，人哋經營農產品是創造社區嘅經濟，社區經濟的背後就蘊含着一個釀造的文化。我哋阿媽，你攏要講我哋阿媽，我講我哋媽媽。一胎傳一胎。係，錯。傳統嘅好滋味。係，錯。而家又好，按好嘅見人哋東西又好，按先別安尼傳下，愛安尼傳，安尼樣安尼米絲好食安尼，冇都冇啦嗬。社區嘅老人家攏會鹵江菜，安尼參與度是得提升，又係要當地農產品嘅多樣性，所以更加考慮合作社嘅經營方向。高速啊，是全台灣省其實少有物種很多樣化，所以我們透過這個物種多樣化的農產品來再造它的價值，都釀造。按的釀造其唔係種菜，伊含有水果漆，含有香草。俺哋水果漆和俺哋也個醬菜，俺哋也在地嘅農產品，也原料都係在地嘅農產品，如超過20幾種。
作社扮演嘅角色，係同原料送到社區老人家屋卡，也負責收如何嘅新品。所以呢段時間，合作社嘅貨車就會到社區地擺來來去去。因为做好的，按俺路做末端包装，那我们送到合作社去，然后再做组装成商品化。所以他们这边只是做到一用的东西，啊，我们又为了说怕他们会有添加什么其他东西，或者他会改变这个东西，所以我们要贴封条。安尼，哦，嘛足好的啊。系啊，对啊，生活较袂无聊，啊，嘛免讲安尼。给收费通啊用安尼。你看，这是它的秘密基地。路建阿伯嘅王里長已經識得出貨咧，就等合作社來收。你睇用解銀呢？無啦，迄會吸，迄會吸，迄毋是用嘅，阮有經驗，阮知。好，安尼一人嘛要夠啊。你有打包啊無？迄啊，當咗要耍咧，好來，好，唔好小拍咧。好，哦，安尼唔知我好。啊，老人家誒，我賺錢啊，無法度做呢，我做工啊，是唔得咧啊，門內牆啊，啊嚟做嘅啊，個強省啊。呢幾年來，社區居民屋卡嘅種菜已經對本來嘅設計師提升到大量生產，所以衛生方面愛貼皮用心，量也比過去多出當多。不過之前愛老人家做種菜來賣，新冠度係內外有得依附。安尼都講老人家吼，對這個東西冇乜嘅自信心。那轉變過來，他老人家其實對自己是長期是沒自信，也係東西。太輕鬆誒！伊平常都做得，平常都用一點的東西。在早期哦，他們認為說這個東西我只是拿來送禮，不是一個很值錢，不是有一天它會變成商品。冇去，安尼人食的就歹看。你起碼的你這你唔好用這，你就講變較細粒的，安尼。唔但應該含酸甜，透過包裝。賣相同價錢就是咧增加，合作社同行銷嘅概念加入社區嘅養草文化地擺，老人家慢慢嘅認同，你下大家弄直接試試向下，來聽收包裝商品，嚟到每節嘅噱頭。這個我這個甲落來食，這個蜜餞，是有來，係對。這個做啊乾，好啊，這幾年的經營成果，俺的看到的是老人家，因此而精神上有一個重心。太埔社區嘅總體人數，無全部變到環境嘅改變，也係創新，係將商品文化康態。提升同包裝，社區更加有發力，也增加另外嘅收入。